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昨宣布讲，嘉义市嘛出现头一个确诊个案。嘉义县政府、嘉义市政府虽宣布讲，嘉义市内餐厅拢爱互人客包登去食，而且佫派人去到市区内面的店头进行宣导。对，开罚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要维护我们的安全。现在开始案例又已经有了。市府人员到餐厅内底宣导，即马着全面改做早早，袂当伫店内用餐的面临。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宣布嘉义市有确诊的案例，所以嘉义市唔若传统市场，即马市内所有餐厅嘛拢袂使伫内底食物件。禁止内用以后，整个都压力都没有了。看到新闻报道，我们就自动贴了啦。贴什么？贴什么？贴禁止内用。嘉义市的餐厅进前是有新名济配合社交距离甲隔板，就会当伫店内食物件。但是因为确诊案例的出现，即马全面改做早早，有一寡较无法度包予人客早早的店头，规期决定休工到28才来拍摄。现在已经进入就是疫情，我们嘉义市跟嘉义县都有了。我觉得这样做是对大家都安全。因为我都走的日本，你等我对日本。因为餐厅禁止伫现场食，嘛影响到嘉义市相关餐饮业者甲民众。市府呼吁大家这段时间共同配合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，减少无必要的出门，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